撒母耳記下第4章。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聽見押尼珥死在希伯崙，手就發軟，以色列眾人也都驚惶。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有2個軍長，一名巴拿，一名利甲，是便雅憫支派比錄人臨門的兒子。比錄也屬便雅憫。比錄人祖先逃到基他音，在那裏寄居，直到今日。掃羅的兒子約拿單有一個兒子名叫米非波設，是騎腿的。掃羅和約拿單死亡的消息從耶斯列傳到的時候，他才5歲。他與母抱着他逃跑，因為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，腿就瘸了。一日，比錄人臨門的2個兒子利甲和巴拿出去，約在午夜的時候，到了伊施波設的家。伊施波設正睡午覺，他們進了房子，假作要取麥子，就刺透伊施波設的肚腹，逃跑了。他們進房子的時候，伊施波設正在外房裏躺在床上，他們將他殺死，割了他的首級，拿着首級在亞拉巴走了1夜，將伊施波設的首級拿到希伯崙見大衛王，說：王的仇敵掃羅曾尋索王的性命，看哪，這是他兒子伊施波設的首級。耶和華今日為我主我王，在掃羅和他後裔的身上報了仇。大衛對比錄人臨門的兒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說：我指着救我性命脫離一切苦難，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從前有人報告我說掃羅死了，他自以為報好消息，我就拿住他，將他殺在洗革拉，這就作了他報消息的賞賜。何況惡人將義人殺在他的床上，我豈不向你們討流他血的罪，從世上除滅你們呢？於是大衛吩咐少年人將他們殺了，砍斷他們的手腳，掛在希伯崙的池旁，卻將伊施波設的首級裝在希伯崙押尼珥的墳墓裏。